各位，港府啱啱召開咗記者會，強調有關本港今晚會有騷亂嘅傳聞，完全係虛構。保安科官員強調，而家並冇發現有人因為政治理由喺本港製造混亂。首席助理保安司蘇啟龍喺記者會話：本港好多公司今日都收到電傳，話今晚本港多處地方會有騷亂，甚至有人冒認警方散發呢啲消息，而且四處張貼大字報。蘇啟龍話：呢啲消息純屬虛構，係全無根據嘅謠言。佢呼籲市民保持冷靜，唔好相信呢啲消息。蘇啟龍又話：政府一直密切注視本港嘅情況，但係目前並冇發現有人因為政治理由喺本港製造混亂。警方而家正係調查究竟係乜嘢人散發呢啲謠言，亦都唔清楚佢哋咁做嘅目的。佢話：警方已經全力戒備，有足夠嘅能力應付任何嘅突發事件。各位，呢啲最新消息嘅播音員，再會。